神舟23號預計將會喺稍後11:08升空。喺直播室，我哋邀請咗香港航天學會會長雷健全同我哋傾下偈。雷會長你好。係，你好。雷會長過去曾經係自費接受航天員嘅訓練，航天知識豐富。咁雷生啊，同你傾下啦。今次任務依舊係採用以老帶新嘅呢一個航天員嘅組合啦。從專業嘅角度嚟睇，呢一種嘅安排可以點樣去提升任務嘅穩定性同埋整體嘅安全保障呢？嗱，因為始終即係發射任務其實中間係好多事會發生嘅。咁經驗就始終都係經驗啦嚇。咁你嗰兩位係從來未試過係去即係執行太空任務嘅咁可能中間只要有任何一樣失誤嘅時間如果佢反應稍微遲少少嘅話咁就可能會引致好大嘅問題嘅。咁所以經驗就係話能夠幫助咗我哋可以有一個好快脆嘅決定啊嗰個反應。咁所以其實就每一次嘅任務裏邊嚟計由老帶新係一個比較上係穩定啦、安全嘅一個嘅做法嚟嘅。所以呢一個就係一向唔係淨係中國啦，其他嘅國家如果係有執行呢一個載人嘅任務嘅時間，都係會咁樣嘅做法嘅。正如你所講啦，經驗係非常之重要噶。咁今次係第一次有由第3批航天員去擔任指令長，即係朱楊柱啦。咁你自己點樣睇呢一個安排呢？因為中國嚟計其實今次第3次即係第3批嘅航天員去執行指令長咁就係做咗一個叫薪火相傳嘅作用啦。因為第一批嘅就即係楊利偉佢哋嗰一批嘅其實已經係2003年啊嘛，咁都已經係成20幾年前嘅事嚟嘅當時嗰一批嘅航天員一來個年紀大咗啦，甚至乎有啲已經退咗休㗎啦。咁變咗就係話如果係揾一啲新嘅即係新之中，但係佢又有經驗嘅第3批嘅就比較上係最好㗎啦。咁就可以就根據佢哋嘅經驗，又可以帶到一班新人。所以呢一個做法嘅安排亦都經過佢哋好多嘅考慮而做咗咁樣嘅決定嘅。係咪亦都意味住我哋國家嘅航天發展事業已經係越嚟越成熟咧？呢個肯定係啦，因為過去咁多次嚟計我哋都發覺每一次嘅任務雖然佢係好艱巨，咁但係都叫做係成功啦。咁亦都係嗰個提供咗好多好寶貴嘅經驗就能夠令呢啲每一次嘅太空人就將佢將佢哋嘅經驗就帶落去俾一啲嘅新人。咁所以呢一個係好好嘅安排嚟嘅。今次來自香港嘅黎嘉瑩亦都係有份參與飛行任務啦。咁佢就係來自第4批嘅航天員嘅。今次就會以載荷專家呢一個身份去執行飛行任務。其實載荷專家呢一個角色啦，同指令長又或者係飛行工程師嗰個分工上係有啲乜嘢分別嘅呢？嗱，最大嘅分別就係所謂載荷專家其實佢就係利用嗰個空間站嗰個環境就去進行一啲嘅科研嘅工作。咁我諗我哋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喺個空間站喺太空嗰度其實佢係一個進入一個失重嘅狀態嘅。咁失重嘅狀態嘅情況之下有好多嘅科研有好多嘅實驗其實喺地球嗰度係做唔到，因為地球始終都係有個地心吸力啊，咁有呢個重力咁佢哋就係做唔到一啲嘅喺太空嗰度嘅實驗。而呢個載荷專家正正佢就係運用呢一個空間站嗰個失重嘅環境，做一啲地球做唔到嘅一啲嘅實驗。指令長啊，同埋嗰個飛行工程師佢唔同嘅工作就係指令長就當然佢嘅任務亦都好重要啦。中間成個過程嗰度其實除咗指揮控制中心個主管之外第二個能夠決定呢一個任務係咪繼續啊定係取消嘅就係其實呢個指令長啦。因為一個發射嘅過程嗰度冇人夠膽講會100%安全啊。咁你變咗可能只係你0.1秒你就要決定㗎啦。咁所以呢個指令長一定係最豐富嘅經驗，而佢最後就決定就係話，萬一嗰個發射過程嗰度如果有啲乜嘢嘅改變佢要進行一啲乜嘢嘅反應就係由指令長去做㗎啦。其實黎嘉瑩佢負責做嘅呢一啲實驗佢係咪要去到空間站嗰度先至係執行呢？喺佢起飛途中，其實載荷專家有冇一啲嘅工作嘅呢？
嗱，主要咧佢嘅工作就真係喺個空間站嗰度做嘅。咁當然啦，喺嗰個發射過程嗰度咧，其實主要就個指令長啊，即係個駕駛員去決定啦。咁但係咧有啲嘅輔助嘅工作啦，即係話譬如話啊，好順利嘅，所有嘢由發射到去到對接嘅時間都冇問題嘅話，咁佢咧就其實真係個工作量就唔大嘅。咁但係如果萬一有啲咩應變嘅咧，就唔係話淨係個指令長去決定，所有人係同時間去執行啊。例如咧，需唔需要做有啲咩嘅改變啊、應變啊，或者一個假設係一個咧好極端嘅情況之下，真係要即刻要進行一個逃生啊，或者要取消嘅任務嘅時間咧，咁你就唔係話一個人去逃生啊，3個人去逃生嘅時間咧，佢就要做一個好快脆嘅反應。咁所以咧，嗰個即係載荷專家咧，除咗係喺嗰個太空艙裏邊一個空間站裏邊做實驗之外咧，其實由佢進入嗰個太空艙裏邊，一個返回艙裏邊，一路至到發射咧，佢都係有一啲嘅輔助嘅工作咧，係要幫手嘅。好啊，唔該晒雷生你嘅分析。